位早晨，今朝嘅新聞包括紅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教育署宣布所有學校今日停課1日。英國工黨新政府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詳細嘅新聞內容，本港持續大雨，天文台凌晨發出紅色暴雨警告，教育署宣布所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嬰童學校同埋夜校今日停課1日。喺連場大雨中發生多宗山泥傾瀉同水浸，影響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同荃錦公路全線封閉。駕駛人士來往屯門到市區，而家只能夠使用吐露港公路。當局要作出特別嘅交通安排，疏導今日由屯門出市區返工嘅人。邱懷本報導。香港油麻地小輪公司會喺今日加強屯門至中環嘅班次，朝早繁忙時間會增加至4-5分鐘一班。又會特別加開一條屯門至荃灣嘅航線，由朝早7點至晚上8點，每15分鐘一班。另外，會加強屯門至中環嘅雙體船服務，由朝早7點20分至晚上10點15分。不過，由於人手調動問題，屯門至灣仔嘅渡輪服務今日暫停。另外，荃灣經青衣至中環同埋灣仔嘅渡輪服務亦都會取消。巴士方面，九巴會加開2條特別班次，分別行走荃灣碼頭至荃灣地鐵站，以及屯門市中心至上水火車站。另外，火車、輕鐵同埋地鐵服務同時加強。運輸署呼籲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無線電視記者邱懷本報導。屯門公路午夜發生水浸，公路近麗城花園嘅來回行車線洪水浸過路面，令到屯門公路要全線封閉，交通大受影響。潘世欣報導。入夜之後，荃灣同深井不斷落大雨，喺近住麗城花園對上嘅山坡，洪水沙石湧落嚟，冚過呢段屯門公路。來回兩邊公路好似急流，唔可以行車。喺上路嘅水就似瀑布咁湧落下路。呢架出九龍嘅城巴，啲乘客已經落晒車，但係架車停正喺洪水衝落嚟嘅位置。消防員恐防架巴士會俾水推冧，一度要趕嚟視察情況。出九龍嘅巴士一路排到去汀九橋，數以百計嘅乘客就要落車行出去荃灣轉車，前路不通，有啲乘客爬落山坡揾路走。嚟咗啊，1個鐘咯。我啱啱1個鐘啦，架車。哇！啲水冧晒沙士一齊嚟啊，冧到落嚟呢度啊！係啊，巴士啊，冧到一齊落啦！巴士的士全部跳落嚟啊！而家入新界嘅車就塞到去荃灣。喺荃灣上屯門公路嘅路口附近，有巴士掉頭載啲人去荃灣碼頭，坐飛長船返屯門，亦可以見到大批市民行出嚟。由於青山公路因為麗都灣冧山泥，一段路要封閉，附近嘅屯門公路又因為水浸要全線封閉。警方呼籲駕車人士要改用吐露港公路。無線電視記者潘石欣報道。另外有多處地方出現水浸同山泥傾瀉，消防員要出動到部分地方拯救被困嘅居民。潘石欣再報道。喺馬鞍山近恒安村嘅迴旋處，由於啲水大量由上面湧落嚟，大笪地方浸晒。馬鞍山路來回線要封閉，啲車要改行西沙路。工人奉召到場清理。喺荃錦公路一個模型車場亦嚴重水浸，消防員要出動橡皮艇救人。並且來回接載被困嘅人。無線電視記者潘石欣報導。我哋啱啱收到嘅消息，屯門公路入新界線啱啱係已經重新開放。另外，社會福利署呼籲市民唔好將細路仔同老人家送去屬下嘅幼兒中心或者係日間護理中心。
司法機構亦都宣布，所有法庭、審裁處、法院登記處同埋辦事處今朝暫停辦公。